大家好，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。今日咧，我揀選咗喺神州裏邊一啲嘅民生嘅需要，我哋去守望啊。咁最近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咧有一個報導係咁講，有啲網絡嘅直播間咧，有主播將放生做成咗生意啊！打賞越多，放生嘅甲魚啦、泥鰍等等嘅水生物咧越嚟越多。就喺幾分鐘嘅時間，上百隻嘅甲魚咧就被投入長江嘅支流水系裏面噃。放生行為被明碼實價標價出嚟，唔同嘅種類同埋數量咧都同平台打賞掛鈎啊！記者聯繫上一位嘅主播，對方咧話生物都係從農貿市場直接採購。咁專家就指出啦，盲目集中放生咧係會讓當地生物種群數量驟增，引發激烈嘅生存競爭，打破自然水域原有嘅生態平衡。如果涉及冇天敵嘅外來物種咧，更加會嚴重破壞生態食物。我哋真係要同心為神州禱告。主啊，我哋求你改變人心，讓福音臨到喺神州大地嘅每一個心靈嘅裏邊，讓老百姓能夠從呢啲做功德嘅迷思當中被拯救出嚟。我哋都懇求你保守當局，能夠同呢啲直播嘅平台一齊嚟到去打擊呢啲會破壞自然生態嘅生意。我哋仰望你，我哋向你呼求，係奉耶穌基督寶貴嘅名字，阿門，阿門。我最近睇新聞，甚至聽到我唔知喺邊度啦，即係話放生啲奶茶添啊！咁啊，真係求神嘅真光照耀喺黑暗中嘅人，盼望耶穌能夠真係成為佢哋真正嘅救主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，下個禮拜約定你，我哋繼續一齊守望神州。拜拜。